澳門行政長官何厚華對於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嘅案件仍然未有回應。陳家明報道。澳門行政長官何厚華朝早參觀一個彩培訓中心，被問到日前歐文龍案件當中，歐文龍指涉案工程都係由上司係行政長官批出，何厚華冇回應。歐文龍案件你有冇評論啊？施政報告公佈在即，何厚華提到博彩業有必要多培訓專業人才。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話，施政報告會着重經濟發展。庫房咧係現在係比過往富裕一啲嘅，咁喺呢度我哋當然係會考慮埋嗰個財政情況啦，去制定我哋明年施政方針啦。大家等下啦。澳門行政長官何厚華嚟緊嘅禮拜二會喺立法會呢一度宣讀佢嘅施政報告，亦係歐文龍事件之後第一份嘅施政報告。有立法會議員就希望新嘅報告有新嘅措施去堵塞過往工程審批嘅漏洞。無線電視記者陳家明喺澳門報。